Sounding like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aron was saying as well, so that means the others should be safe. Unless someone else needs to heal that projector. Yeah. Yeah, so that delicate thing is made by Roots, but using the toy instrument, and it's great. It's actually as good as the original. If you look at it 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iece of music. Yeah.個設計突然間想代表我哋去選嘅話，都選唔選嘛？不如去遊夠幾日玩翻。哦，個設計要選，但係識唔識過佢哋㗎？好似退休設計嘅，我都未退休。你都未？我都唔識。你問呢位識唔識佢？識唔識啊？我退休設計。你問呢位識唔識啊？我未見過嘅。喂，肥仔，嗰隻嘅，跟住計頭。你啦，都冇啊！我哋話自己撚咗啊！啱咗啦嚇，幾落嚟啊？我一日食嘅，今個月食嘅，跟住退休啦。
即係大家要擺低晒相機啊，或者一期唔知咩事啦。擺低晒相機，好開心，好耐之前啦。都冇相機影幾架先擺啲落，都係要張相。放咪。我為民主權利，對抗中共強權，捍衛民主權利，對抗中共強權。各位市民、各位朋友，今日嘅各位市民、各位傳媒嘅朋友，今日法院嘅判決好明顯係公正嘅，因為對方係濫用咗司法嘅程序，根本咧就唔應該因為我喺其後嘅任何嘅行為咧係作為一個選舉呈請嘅，一切發生嘅事咧都已經係我當選之後嘅事。咁而佢哋咧亦都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非常之不負責任咁樣咧係處理錯誤咗嗰個程序。
咁我哋好希望即係法院能夠繼續呢一種即係處事嚴明嘅保障三權分立嘅一個即係做法。咁但係 JR 嘅即係 case 咧，其實係仍然都係未曾開展嘅。咁我哋期望喺呢一度，即係法院會繼續守護香港嘅法治，同市民團結一致去守護香港。多謝。關心係啊，關心係唔夠錢依家小巴護衫借2萬蚊為價，冇俾電資嘅高單咯。講成趣啲啫，就咬啦。幫我摸下邊啦。控訴權違法罪，立委不容干預。各位，辛苦你哋啦，又喺度等咗咁耐。呢一次咧嘅呈請咧 ，OK， 辛苦晒大家。呢次嘅呈請咧，可以講咧就係劉小麗係贏咗，但係香港人就係輸咗。我哋要伸出正義，我點解要企出嚟呈請咧？由佢參選入去嗰一剎那，佢由填表開始，佢根本冇遵守到佢要維護基本法，容許我哋守護香港嘅法律。所以根本佢由填表嗰一剎那已經，我發覺咧已經係有問題，直至到佢宣誓第一次，大家都有目共睹。
佢根本完全唔尊重香港嘅法律。亦例如，如果我喺法庭對住法官講，我咁樣同法官講嘢，你估法官會點樣諗呢？所以佢根本呢次嘅宣誓第一次係完全係有問題嘅。我之所以澄清，就係因為佢有第二次嘅宣誓，佢第二次嘅宣誓可以俾佢接受宣誓，但係我已經覺得佢由第一次由入方開始已經有問題啦，已經根本都唔遵守香港嘅法例，所以我覺得我要企出嚟澄清，我要同大家講，我呢次係出嚟係伸張正義嘅啫。我知道勝算唔會高，因為好老實講，而家香港有部分嘅立法會議員，佢哋嘅宣誓根本係完全有問題。一個莊嚴，一個香港嘅法律，一個香港嘅法治，佢哋完全都冇遵守到。所以我喺佢第二次宣誓之後，我忍無可忍，我以候選人嘅資格，落選候選人嘅資格，我就企出嚟。當日11月3號，我就入紙澄清，即時揾陳曼琪律師做我代表，因為嗰晚11月3號我凌晨，11月3號深夜，應該係4號凌晨，我就要出國，所以根本時間就好迫切。而家法庭唔接受我嗰個按金，話我遲咗。咁事實上我係遲咗，但係我嘅正義永遠唔會遲嘅，我嘅正義一直會做落去。我希望大家香港人明白，香港係一個法治嘅社會，我哋容唔容許一啲部分嘅唔遵守基本法、唔遵守香港法律嘅人，可以代表我哋香港人？我相信呢樣嘢，所以好多香港人，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會好憤怒。呢次雖然劉小麗係贏咗，但係香港人嘅正義唔會輸嘅，我一樣會繼續企出嚟，我要對呢班人說不。多謝各位。係，你想講乜嘢？我係本應係預早晒全部旅行，我係見到佢11月2號嘅宣誓能夠可以再宣誓，所以我11月3號當陣時即時我先至去做呢個澄清，所以事前我係冇諗過去做呢樣嘢嘅。但係由於佢2號嗰日佢能夠可以俾佢通過宣誓，所以我實在忍無可忍。如果一個人能夠可以犯過第一次法，可以原諒佢，可以第二次原諒佢，可以冇問題嘅，咁我相信香港嘅法治冇啊！你已經咁點解唔安排好嗰個？點解唔安排好個繳付保證金先出去嘅？或者咁樣啦。有啲法律上嘅嘢咧，我想俾陳曼琪律師講一講，好唔好？嚇，請你哋清楚下，根本點解呢個法官會點解會拒絕我哋去澄清咧？嚇，陳曼琪律師，唔該。第一樣嘢咧，就係再重申翻，我代表關山重申，呢一個申請係因為個選舉呈請最後尾一日入咧，就係11月8號，而關先生咧係3號凌晨已經唔喺香港，即係話3號夜晚佢已經喺機場，所以喺呢一個嘅選舉呈請到期嗰日，佢根本唔能夠喺香港做。而成個過程之中呢，係關先生係因為劉小麗第二次係被接受喺立法會度宣讀係2號，因此由決定去做至律師草擬，至到去安排一切種種必須嘅事情，都要喺11月3號關先生離開香港之前，喺呢一個咁緊迫嘅時間底下，喺關先生律師團隊同埋所有關先生支持關先生嘅朋友，亦都係志同道合嘅人士，睇唔過劉小麗呢一個嘅宣誓形式嘅事，大家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唔夠時間底下做嘅事情。不過關生同埋係我哋所有團隊都知道，喺呢咁緊迫嘅時間，
可能係唔夠時間做，點解都要入呢？因為關先生頭先都講過啦，雖然有可能係呢一個申請技術上可能係遲，但係正義永遠唔會遲。而關先生亦都透過我去講，其實關先生入呢一個嘅選舉呈請呢，除咗係因為11月2號再次能夠安排劉小麗宣誓之餘，亦都係覺得其實喺成個情況，而家成個一個啲嘅案件，一啲嘅司法覆核都係喺個重點喺立法會誓言，即係立法會宣誓嗰陣。但係關先生作為一個嘅候選人，係九龍西嘅候選人，佢覺得其實而家個重點亦都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嘅選舉呈請，係令到全社會關注而家個問題，唔淨係喺呢一個嘅立法會呢一個嘅宣誓上邊，而係喺一開始即係話喺報名嗰陣，因為所有報名候選人係必須做一個聲明，同埋非常莊重嚴肅嘅有法律效力嘅選舉式承諾，係要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家關生覺得佢今日企喺度，亦都係正義唔會遲嚟，亦都係喺度要引起社會注意，就係喺一個嘅成個選舉制度文化一個極大嘅衝擊，因為所有去參選嘅人都需要好認真、好有承諾、莊重感。佢報名嗰刻，佢以後之後嘅言行就必須係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喺報名嗰一刻都可以係原來講完簽完可以做另外一套，係一個嘅選舉，係一個藐視、嚴重踐踏我哋選舉制度、我哋選舉精神、選舉文化，同埋係一切對於法律嘅一個嘅莊重同埋遵守情況喺度。所以關先生再重申，儘管佢係要喺最後尾對佢嚟講，因為佢之後係一早定晒要離開香港，佢都係喺劉小麗第2次宣誓之後，用咗我諗都可能係得少過24小時，做晒所有嘢，希望喺唔可能之中創造一啲嘅可能。但係呢個可能，關先生而家喺度就企喺度話俾各位聽，正義唔會遲嚟。最重要就係話要引起社會嘅注意。而家大家一啲嘅司法覆核嗰個重點係在於選舉喺立法會選舉嗰刻，但係亦都更重要嘅咧，就係由報名嗰刻去到選舉過程之中，究竟有冇去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佢個關注係要一報名嗰刻就言行要一致。如果任何人一開始已經唔諗住去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擁護基本法，就唔應該參選。冇錯。律師啊，你覺唔覺得咧係因為個法律，你哋個法律團隊嘅問題咧，令到關生冇得繼續訴訟咧？你有冇諗住上？第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咗啦，我哋喺唔夠24小時，大家都知道做一啲可能係唔可能，可能係一啲好困難嘅嘢，大家都知㗎。而家關生淨係想以一個嘅候選人身份引起社會注意。喺咁嘅情況裏邊，儘管今次法庭係唔接受呢一個嘅申請，但係我好相信而家亦都企喺度，呢一樣嘢唔等於我哋嘅香港人係認同一啲嘅非法式宣誓，唔等於認同係呢一個選舉制度竟然可以係咁樣公眾喺全世界咁踐踏式。而係呢樣嘢，關生其實而家最重要嘅目的係引起關注。
係冇錯。咁你哋係咪明知？你係咪明知冇機會成功咧，都要嚟呢度開一個 con？係咪浪費法庭資源？錯，你講錯咗啦。法庭呢係任何人都可以去做，而我相信公義公正需要咁樣做，唔理最後尾結果咁，關生都會做。個官咧話咧，其實啲法例咧寫得好清楚咧，5日之後就要入，5日之內要入啦。咁你哋都係過咗咁樣入咧，其實你係咪為咗你哋所謂嘅公義程序咧，而唔理個法例啊，唔跟個法庭嘅 rules 咁樣啊？你講錯咗，請你要尊，你講唔係你嗱，第一樣嘢我要話俾你聽，我哋入嗰陣時已經係知道係最後尾一日。你聽我講先，第二我哋係永遠咧係有呢一個嘅權利去申請而家呢一個言訊延遲入稟，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法官唔批，唔等於冇咗呢個正義，唔等於劉小麗做嘢係啱嘅。咁你哋覺得你哋做得啱唔啱啊？差唔多啦。啱啊！我諗咁樣咧，我哋而家唔係話質廚係嗰個時間問題。總之咧，我就係響入紙嘅時候咧，仲係未過2個月嘅時間嘅。我呈請嘅時間就係咁樣。至於法律上嘅觀點或者法官會點樣睇，希望大家明白一樣嘢，大家有對眼自己去認為呢件事呢件呈請，既然法庭唔去接受，咁係咪因為我哋係入遲咗票啊？還是做遲咗時間呢？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正義永遠唔會遲嘅。就算我哋真係入遲咗票，但係個正義呢都係會嚟緊嘅。希望大家明白一樣嘢，如果我哋唔出嚟伸張正義，唔出嚟將呢件事講清楚，咁樣第日將來嗰個立法會入去嘅人可以亂咁嚟都得㗎啦。希望大家明白。好啦，我唔阻住大家啦，多謝先嚇，多謝。可以帶埋咧，你係諗緊上訴㗎？關於上訴嗰方面咧，我會同我嘅律師團隊咧就會去商量下。咁咧就而家我暫時未能答覆到你，因為我都要商量下。OK， 多謝你。所有嘢咧，我要同我自己嘅律師團隊去商量下，所以咧變咗咧就我而家答覆唔到你嚇。希望大家明白。喺度補充一下。其實咧，今日咧法庭咧係冇接納呢一個嘅阿關先生嘅選舉呈請咧，我哋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因為係錯失咗一個法庭嘅機會咧，去就住一啲嘅候選人喺報名嗰刻嗰個嘅承諾式嘅宣誓嗰個處理。但係法庭唔去做呢一個處理呢一個選舉呈請，唔等於喺報名時間之後嘅言行不一，呢個做法係啱，反而調翻轉喺今次嚟緊，我哋都希望有將來，我哋希望能夠將呢一個情況會係法院能夠處理，或者法律上更加清晰，堵截一啲由報名開始已經係言行不一，唔去遵守呢維護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因為關先生見到呢一個由報名嗰刻去到當選呢一個嘅法律，你可以咁講，法律唔清晰，亦都唔完備，所以佢明知係大家都好唔夠時間去做，佢都要做。如果唔做呢樣嘢，大家點喺度聽佢講嘢？大家點係會知道竟然法律有呢個漏洞呢？冇錯。多謝咁多位，多謝晒啊！我真係覺得5日嘅期限係一個漏洞啊！要炒晒佢啦！有外國籍嗰啲議員係咪要炒啊？有好多人有外國籍嘅喎，包括立法會主席喎。多謝咁多位，多謝。你要明白三權分立，咩叫做三權分立啊？三權分立，所以你要輸咯。你明唔明啊？
鐘出糧咯。我用我條狗。佢上唔到，佢企咗喺呢度，可能佢都走咗。我用。你都走啦？有啊，我又可以同你啦。好啊。
揸住先。我嚟咧！好。